歡迎大家收睇財富訊息。今日喺我身邊有威靈頓投資管理嘅盧朗柏 Adrian。7月份亞洲嘅股市波動十分之大，咁唔少投資者啦，對於喺當前嘅地緣政局、利率不明朗嘅情況底下咧，都有啲嘅擔憂嘅。Adrian 啊，咁你哋睇法係點呢？唔少投資者咧近期都關注翻美伊局勢，同埋美聯儲咧維持翻一個高息，擔心翻咧股市再度受壓嘅。咁不過啦，相比起短期利率走勢咧，更加重要嘅係企業能唔能夠喺唔同嘅經濟同埋利率環境下面咧，持續創造一個盈利同埋現金流。高息咧或者令到尚未產生穩定現金流嘅高估值增長股咧，估值受壓。呢個咧亦都進一步凸顯翻優質企業嘅重要性。我哋認為啦，亞洲市場嘅吸引力唔單止在於增長速度，更加在於咧佢擁有翻多元化嘅投資機會同埋長期嘅結構性趨勢支持嘅。當中啦，我哋尤其睇好翻兩大投資主題。首先呢，就係人工智能同埋科技創新所帶嚟嘅增長機遇㗎。隨住 AI 數據中心需求持續增長，相關需求咧亦都正係擴展到去先進封裝、測試、散熱、電力供應、光模組同埋自動化設備等等嘅整個產業鏈。而亞洲企業咧正好咧掌握當中多個最關鍵嘅環節。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啦，亞洲佔據翻全球超過90% 嘅晶圓製造產能，同埋超過80% 嘅封裝測試能力。而喺自動化領域入面咧，全球大概65% 嘅工業機器人咧，亦都部署翻喺亞洲。咁半導體啦，同埋人工智能嘅相關商機啦，咁其實咧都真係咧貢獻咗啦今年上半年亞洲市場嘅大部分升勢嘅。咁但係咧，畢竟呢啲板塊咧波動性都唔細嘅。咁亞洲市場仲有冇其他嘅亮點咧？亞洲相關嘅企業咧嘅預測每股盈利增長大概為41%，約為相關美國企業嘅2倍。但係估值咧只係大概11倍嘅市盈率，較納斯達克100指數嘅24倍估值咧折讓咗超過一半，反映翻咧由收益型嘅企業到科技創新企業咧，亞洲市場都具備獨特嘅優勢㗎。另外啦，股息一直係亞洲股市回報嘅重要來源。因此啦，我哋所關注嘅唔單止係今日嘅高息企業，更加包括翻具備股息增長潛力嘅優質企業。日本近年企業管治改革所帶嚟嘅成功經驗，亦都正係逐步俾亞洲其他市場借鑑㗎。韓國推出翻企業價值提升計劃，中國鼓勵企業增加翻派息同埋股份回購，新加坡就持續推動資本市場同埋企業管治改革亦都有助翻提升翻企業回報股東嘅意願，亦都支持翻未來嘅股息增長。例如啦，喺傳統收益板塊方面財富管理業務增長、中東客戶持續嘅一啲嘅資金流入等等嘅結構性趨勢亦都持續支持翻中國、香港同埋新加坡等地嘅銀行同埋保險企業。咁投資者應該用點樣嘅投資策略去平衡翻增長機會同埋風險管理，去減低翻組合嘅波動性呢？我哋認為翻擁有較穩健嘅資產負債表、較強嘅現金流同埋持續增加股息或者回購股份能力嘅策略會較為適合嘅。今年以嚟啦，韓國科技股表現亮麗，但係波動亦都比較高。相比之下啦，內地、香港同埋新加坡銀行股較穩定咁樣屢創新高，回報唔錯之外，波動率亦都只係大概為韓國科技股嘅1/5。最大回撤亦都只有大概1/3嘅啫。此外啦，亞洲唔少企業嘅整體派息比率大概為40%。呢個意味住企業喺維持業務發展之餘亦都有能力持續提升翻派息同埋回購嘅水平㗎。咁市場上好多投資者都追求高息，但係好可能就缺乏咗增長動力。如果要做到真正可持續嘅股東回報，投資者可以睇重邊一種類嘅公司呢？第一類型就係龍頭派息企業啦。呢類嘅企業通常擁有成熟嘅商業模式、穩定嘅現金流同埋較高嘅市場地位，因此能夠持續派發具吸引力嘅股息㗎。例如銀行啦、電信公司或者係部分嘅房地產企業主要都為投資組合提供翻個穩定嘅收益來源。第二類型就係增長股嘅一啲嘅派息企業啦。隨住企業持續增長，投資者唔單止有機會獲得股息嘅收入，亦都有望受惠翻企業盈利增長帶嚟嘅股價升幅。最後啦，亦都即係第三類嘅就係一啲黑馬派息企業啦。隨着啦市場逐步認識佢哋嘅價值除咗股息增長之外，亦都有機會帶嚟翻可觀嘅資本增值㗎。至於啦喺投資策略上面亦都可以考慮採取翻個雙引擎嘅配置。
一方面咧，投資翻啲增長嘅，例如 AI 相關產業，包括半導體同埋自動化。咁另一方面咧，配置翻啲高派息嘅股票，例如 REITs 啦，同埋一啲嘅金融股，增加翻穩定嘅現金流㗎。咁今日咧都唔該晒 Adrian，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拜拜。